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法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78年评剧电影《祥林嫂》高清修复完整版的第一期。影片主演李依兰、赵丽蓉、张少华。祥林嫂是鲁迅小说《祝福》中的人物。故事内容为：早年守寡的祥林嫂听说婆婆要把她卖了，连夜逃到鲁镇，来到鲁四老爷家帮佣，不料又被婆婆把她抢走，与贺老六成了亲。但后来贺老六为了还债累死，儿子也被狼吃掉了。于是祥林嫂又回到了鲁四老爷家。由于失去了双亲，祥林嫂有些疯癫，被鲁家赶走。在一个祝福之夜，她消失在满天飞雪中。故事非常崎岖悲惨，是旧社会农村劳动妇女的写照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。好，请看正片。日落
还没回来呢。妈，祥林又吐血了。整天过这种穷日子就够难的了，打你过了门也不知道谁的命这么硬，放的人家宅不安的。妈，天阴的真厉害，怕是又要下雨了。真是越穷越赶上春天连阴天，今年的庄稼收不上来，连租子带账更还不清了。二弟，药抓了没有？抓来了啊，赶紧给他熬上，叫他吃了吧。哎，妈，刚才在路上我碰见魏大叔了，他说一会儿到咱家来，有事跟您商量。哦，可说呢，前几天魏大夫说要给你说个媳妇儿。哎，咱们跟鲁家借的印子钱，连利钱都还不上，哪还有钱说媳妇儿？这年头真没有闹长毛子那时候好过喽。大嫂子在家吗？谁呀？魏赖的呀。老赖呀。老赖，你好啊。大嫂子你好啊。好，快坐快坐。老二，给你大叔倒碗水去。哎，行了，甭客气了啊，你请坐。老赖啊，今天你怎么这么闲在呀？我呀，还是给老二保媒来了。老二也不小了，该成家立业了。再者说，那姑娘长大，模样也俊。大嫂子，这回可别三心二意了，连订带娶有40-50吊钱满够了。老赖呀，最近我们家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？托你跟鲁家借的印子钱，又是小驴打滚筋斗利，越来越还不清了，哪还有钱说媳妇儿啊？哎，我说大嫂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就因为我跟鲁四爷家里的账房先生有交情，人家才肯把钱放给你们。这要是别人想出这么大的力借钱，人家还不借呢。老赖，你别多心呐，你帮我们的忙，我们还能不知情吗？我是说，给老二说媳妇儿，几十吊钱虽说不多，可我往哪儿弄去？乡邻有病的挺厉害，看样子怕是没指望了。哎，大嫂子，你也别难过，我看呐，这是祥林的寿数到了。哎，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。大叔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老二啊，祥林嫂呢？在那边熬药呢。大叔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就说吧。是啊，你有什么好办法说出来听听。大嫂子，大嫂母泪涟涟，我有个办法两周全。贺家山有个老刘，他大力为生已多年，30岁还没把老婆娶，他愿出彩礼80吊钱。80吊钱，他慢点问他。
能得彩礼80吊钱，给他娶妻花个50吊，你还能剩下不少钱。再者说，不仅要债逼得起，剩下钱你还能把债还。魏大叔休说这样话，做此事也能对得起天。我们弟兄一乃同胞亲骨肉，嫂嫂她疼爱我犹如亲姐弟般，我宁愿不把媳妇娶，也不叫嫂嫂她在家不拿来。反正是你的哥哥，他活不了。说什么对天不对天，你嫂子若是来了家，你鸡飞蛋打2碗碗。大嫂子，你说呢？果然是你的哥哥，他好不了，此事倒是两不全。他只怕祥林嫂，他就不愿意这件事情为了难。大嫂子，这点小事你就别惦念，我有个妙计在里边。回头我对老六讲，派人埋伏在外边，单等祥林演了去，把祥林嫂她抢到山里边。就这么着了，我走了啊。今晚死，今晚巧，今晚不药料子打了，你听见什么没有？听见什么没有？没有，什么也没听见。哎呀，你也太不小心了！这一剂药得多少钱呢？哎，不是还有一剂呢吗？快给他熬上吧。奶奶，等一等，我还有事儿再跟你商量商量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奶奶，等一等。嫂子，刚才魏大叔来说给我提亲，需要50吊钱，你能替我想点办法吗？二弟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，你哥哥病了这么多日子，连家里存的那斗大米都卖了，欠下了不少的亏空。我是个女人，我上哪儿弄钱去呀？你不会找亲戚家借一点吗？我娘家没有人了，就是有几家远房亲戚，还不是跟咱们一样穷吗？既然没钱，那只好等着叫人家卖吧。老二，你说什么呢？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拿把伞不能走一趟，万一下起雨来也好做个伴儿。你魏大叔还在前面等着呢，快去！奶奶，等一等，快！等一等，快点！奶奶，等一等。我有话跟你说。有话等一会儿再说。别胡扯，我给你熬药去。别熬药了。咱妈定下计条，要将你卖到山里去，得来的银钱
前把彩一交。好好养病吧，没有这么回事。你别瞒我都听见了。小李，我得的这病已难好，看来难活到明朝。你不必管我，不必赶快把你的活命讨。
可以不听？为什么吧？我委叫你的师傅来报路，表一表你我父亲。记住你嘱咐我的话，听这一死也要远逃生。